OK， 他很认真啊，他加油机什么都没有问题。你看那个小小的他洗车不会洗输人家，慢慢练的啦。他因为刻苦难关啊，所以说他现在撑得过去啊。那学校老师才会这么帮忙他。你看我们站有八个，只有他会受到兼顾啊。真的、哦。对对对，因为大家很认真啊，很认真。只是这样，反光就是你任何晚上应该穿反光背心。荧光色。那学校知道了以后呢，知道他车祸，脚有点受伤，车子是全毁了，他的电动脚踏车全毁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帮助他，给他一个红包，希望他能够买一些这个脚踏车上可以放着发亮的一些这个工具。另外呢，也会在今天帮他买一个这个安全帽，让他的安全能够再加强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才比较放心，他在夜晚的时候来攻读的时候呢，能够提高他的安全指数。那我们也会持续请老师来关心他。这是你平常会带的吗？还是大部人的？好，那你先骑看好了。对对对，他也不下班没有来，他也不要挂我们，没有加入他。他爸爸认为他这样可以。他很强的啦。